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上次我哋就做咗越南肉雜啦，咁今日我哋就做越南腸粉啦。配上肉雜同埋炸香蔥嚟食，係非常之美味噶。首先盤中放入粘米粉同埋菱粉，就係呢兩種粉啦。就放入鹽、清水同埋植物油，放埋一邊，等一陣再攪勻佢。而家調點嘅汁料，碗中係清水，加入食醋、魚露同埋糖，比例係8:1:2:2嘅，將佢攪勻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經過一陣靜置之後，啲粉漿就好容易攪得均勻嘅，要攪到好似咁樣冇塊狀順滑嘅狀態，放埋一邊備用。呢度係薑、蒜頭、紅蔥同埋洋蔥切咗細粒嘅。因為木耳已經提前咗2個鐘頭泡發好，勁乾水啦。你將木耳切成細粒，好似咁嘅樣子。中大火熱鑊熱油，將薑、蔥、蒜頭呢啲嘢倒晒佢落去，炒出香味。呢度係豬肉碎，而家開始轉細火，倒入豬肉碎，趁肉嘅蛋白未有受熱凝固之前，將肉攪散，好似咁樣攪散之後，再轉開大火，將肉末炒香。跟住放入蠔油、白糖、少少鹽同埋胡椒粉，仲有白酒，亦都可以用料酒嚟代替。將調料炒勻，就放入切好嘅木耳碎。炒到所有材料都熟晒啦，咁就得啦。倒喺個碗中備用。一個細嘅煎 pan，用紙巾沾啲油，擦勻個 pan 底。粉漿喺倒之前要記得先攪勻，防止佢沉澱。攬一殼粉漿鋪喺個 pan 底度，鋪均勻。冚蓋，大概30秒之後，啲粉漿就會熟啦，變透明。再倒出去砧板嗰度。再重複頭先嘅動作，攬一個殼粉漿，冚蓋，由得佢喺度蒸。而家攬一羹頭先炒好嘅餡料，放喺個粉皮度，前後兩邊疊好，咁就包好一個越南腸粉啦。包好嘅時候，第2塊嘅粉皮都已經熟啦。照樣係放喺個砧板度。第2種包法就係將4邊都疊起身，睇下你鍾意用邊種包嘅方法啦。
呢個係我自己做嘅肉紮，將佢切薄片，用作配菜，配上炸香蔥。肉紮同埋炸香蔥嘅製作方法，請點擊標題下方描述區嘅推薦視頻，會有詳細嘅講解。呢個係做好嘅成品，係咪好吸引呢？鱷魚禪翼嘅米漿皮包裹住香肥是日嘅餡料，外形晶瑩剔透，輕盈柔軟。口感上，嗰啲米皮係柔軟帶點彈性嘅，因為佢放咗靈粉，入口即化。內餡係鮮美濃郁，又唔會油膩喎。搭配越南嘅魚露、炸香蔥同埋越南肉紮嚟食，層次分明，美味可口。你都試下啦！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個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，感謝觀看，多謝晒。